说伊啦呢，即马学生囡仔开始休热，足好诶，有够新鲜呢。嘿啊，人拢讲做学生上幸福，真正是爱等到出社会才会当体会到。对啊，等待毕业了后就无长假呢。嘿妹，啊你以早休热拢咧创啥？趁钱，啊你咧？我有去做山工，毋过我会家己安排时间去遐无去过的所在行行看看咧。哦，安尼真好呢，就是爱趁少年有体力的时阵，四界去行踏。嘿啊，做学生的时间就较济嘛，较自由啦。嘿啦，但是毋知影即摆收到的批内底有啥物内容？就是啊，我嘛足想要知影呢。好，紧，咱紧来开场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消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第一张批是台中的阿静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中的阿静。7月是学生囡仔休热的时间，虽然我已经毋是学生啊，毋过我想要替我的青春做纪念，就想讲来写批投稿。第5-6年前我还袂娶某，每一年休热我拢会去环岛，而且是骑脚踏车环岛。会记得头一届去环岛是因为参加大学社团，学兄带我做伙去的。迄当阵科技无即嘛遐尼发达，环岛需要找一本厚厚的地图，想起来是真趣味。后来几摆的环岛经验，人无共，路线也无共，所以想起来拢是无共的记忆。台湾的风景真水，毋过上使人怀念的是满满的人情味。有时阵停落来休困，在地居民会参阮开讲，问阮要徛去倒，甲伊讲地点，伊随热情的报另外一个所在互阮，讲是伊的私房景点，绝对比阮原先要去的所在水。另外，阁有一摆，阮徛到半路，雄雄有人骑机车甲阮约，想讲是啥人？原来是头拄仔有开讲的民众。心内想讲，敢讲想袂记你啥？结果竟然是要送酸疼药布互阮，心内真正是满满的感动甲感谢。有人问我敢拢无危险？当然嘛有，东部的山路较济，骑起来较危险。阁有沙石车伫边仔咻咻咻驶过，嘛有骑到脸仔崩去，需要家己换台顶顶。毋过我感觉这拢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有好的，当然嘛有歹的。逐摆的体验拢是一种成长啦。有人讲台湾真细，无啥物好耍。在我看来，台湾一点仔都袂细，全部的乡镇要行透透，绝对毋是短时间就会当完成。若是有人还袂去环岛，诚心建议一定爱去体验一届。即马我嘛已经娶某生囝，我希望等囡仔较大汉以后，会使带阮规家伙仔去环岛，互伊看台湾的水，阁有感受到满满的人情味。哦，即个阿静啊，体力一定真好，逐年拢去呢。我阁毋捌体验过讲。我嘛是，毋过我感觉咱会当先为骑机车环岛开始啊。哦，骑倒摆哦，会使啊。你敢有想讲当时要去？我可能会紧秋天呢，安尼天气较袂遐烧热。嘛是呢，你讲的真有道理哦。而且热天的时阵有迄西北雨，骑车嘛足危险的。你敢无想要试看觅？我等你来甲我讲你的感想好啊。哦，甲你讲，你会袂记伫，上好是你家己去亲身去体验啦。好啊，练讲则个讲。好啦，换你念第2张批啊。过来要念的即张批是台中的阿金写来的批。黑白边你好，我是阿金。听到即摆要写甲休热有关系的文章，我就想起我国校6年要写讲到1年仔的迄个休热。会记囡仔时，我就比我2个姐姐生了较细汉，而且平常时佫足经食的。饭若是捌着汤啊，就无爱食；看到无介意的菜嘛，拢无爱食。但是因为我较浅薄，若是大人逼我食饭，我真紧就会吐出来，而且是吐甲规个。有一摆佫嫌我痚着，无法度喘气，所以阮老母嘛无我法。结果就造成我到国校6年才干那148公分，会使讲是乌大瘦。
原本当作先去国中啊，嘛袂改变永远坐伫第一排的命运。结果迄年我家己黑白走的时，伫阮兜后壁的田遐发现一条路，沿田环啊行过，佮过一个桥了后，会到一间庙。庙埕头前真空旷，毋但有一个水池，内底饲真侪龟，而且佮有一个篮球场呢。我看到真侪囡仔伫遐耍甲足欢喜的，但是啊，我一个拢无熟悉，干那会当戆戆啊徛伫边仔看。结果有一个查甫囡仔，伊号做阿伦，伊招我做伙过去佚佗，嘛介绍我熟悉真侪朋友，所以后来无论啥物时阵，拢有人陪我伫遐拍球。自迄天开始，我逐工早起困起来就走去拍球，中昼转去食饭，下晡搁走去拍球，下后食饱嘛搁去，算到9点外才转去洗身躯，洗了就困啊。逐工拢是拍球食饭，拍球食饭，拍球食饭。想袂到2个月过去，我煞抽悬10公分呢，就连阮老母嘛惊到。但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我拍甲若乌人共款，去阮阿嬷骂讲，查某囡仔拍甲安尼敢有好看？但是啊，阿嬷有做想要甲你讲的，大汉了我感觉拍甲乌乌足好看的呢。想起迄当时迄种无烦无恼的感觉，逐工拢干那想要耍的日子，就感觉足心息的。希望吼疫情赶紧结束，互我会当出国，甲迄种感觉找倒转来。哦，有够厉害，有够欣赏的啦！对哇，2个月抽悬10公分呢，拢会使去拍广告卖药啊！你莫乱讲，人迄科学家有讲，囡仔人要成长，困眠甲运动，抑佫有营养，拢是真重要的。嘿啦，而且拍球个安尼一直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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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毋知影我即摆安尼对咧做，敢抑佫会负？你食甲歹咧，你的心中办早就合起来啊！而且即马疫情球场嘛无开放吼。讲笑的啦！哎哟，拜托咧，我嘛做平淡的好无？好啦，继续来念批。第3张批是阿雪写来的，2位小编好，我是阿雪。听到恁即摆咧顶甲暑假有关系的批，我就想起学生时期捌参加过的营队，感觉真趣味嘛，真特别，要来分享互大家。会去参加营队是朋友找我去的，因为免钱，佫会当去我无去过的县市，对我来讲嘛算是无任何的损失。讲遮尔济，也袂讲着是啥物营。我参加的是全国头一摆举办予高中生参加的台语文化营，是毋是真特别？营队总共是4天3暝，会伫学校宿舍过暝，对我来讲，拢是无体验过的经验。而且工作人员拢是大学生，大家拢真少年，安排的内容嘛真趣味。会记得有台湾文化体验，有老师教阮人报地戏红仔，教阮基本的歌戏安怎唱，身体要安怎表现。因为毋捌接触，感觉真好耍。上特别的是用台语变魔术，我阁有去买魔术道具，想讲我若甲学起来，转去会当变互厝内人看，嘛知影一寡魔术背后的原理，实在是真趣味。营队嘛安排精彩暗会，有唱歌，有跳舞，大家拢算甲真少。到结束迄天，阁有一点仔毋甘。我想，这个营队带予我的影响，就是更加关心台湾文化。台语是真水的语言，台语歌嘛真好听。可惜，即卖台语文化营已经停办啊。毋过，即几年有愈来愈侪人举办台语营，嘛是一件好代志啦。希望有搁较侪人注重母语，互咱的囡会当继续传。哦，阿雪你的运气足好的呢，有免钱营队通好参加。真的，阮大学嘛有办足侪营，我是头一摆听到有台语营呢。即马真侪民间团体若像拢有办哦，有兴趣你嘛会使去报名啊。好啊好啊，你要甲我同齐去无？到时阵再搁讲啦，我惊讲我无用。安尼嘛是。可能到时我家己嘛有代志爱无闲啦，唉。嘿妹，而且咱也无休热，讲甲若像讲吼时间足侪共款。是啦，安尼讲起来就伤心啊，唉。对啊，我嘛足伤心的，我已经无法度搁继续录音啊。莫咧假好无？是讲咱的时间嘛差不多啊。嘿妹，赶紧来收尾。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声音的配信。
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结果竟然是要送酸痛药布给阮，有卡卡的嘛？你的喙嘛爱打一个，当然嘛有，当无，毋是无 NG。我希望等囡仔较大汉以后，会使带，哦，囡仔人要成长困眠，到你来创啦！而且即马疫情球场嘛无开放吼。好笑。听到恁即摆咧订甲暑假有关系的批会卡卡的。唔卖这做效果啊！